第6階段喺 B 同 C 兩母女分開之後，跟住落嚟嘅3年期間 ，B 好努力咁揾喺各間大專院校度教流行音樂製作課程嘅工作機會，同埋開始私人教授學生同類型嘅課程。所以過咗幾個月之後，佢嘅收入比起以前慢慢多返少少。佢跟住之後每個月喺俾咗劏房租金同埋日常開支之後呢，開始漸漸咁儲返起少少嘅錢，懷住將呢啲錢儲嚟留俾個女兒第日生活同埋學習用嘅希望，成為佢生命嘅一個新目標同埋繼續努力嘅希望。雖然 B 嘅努力咧令到佢嘅新生活同埋經濟上開始穩定，但係畢竟 B 嘅生活同之前嗰24年有一個愛侶喺身邊有咗極大變化，所以咧好多以前冇諗過嘅嘢，好多好耐冇見過嘅人，甚至係之前已經反晒面嘅人都再次有機會坐到埋一齊。另外有一樣好清晰嘅就係 B 同埋 C 喺之前呢20幾年積累落嚟嘅共同朋友，大多數都投向晒 C 嘅陣營，而少咗好多同 B 聯絡。呢個一方面係因為呢啲朋友同埋同學本身大部分本來都係嚟自 C 嘅社交圈子，所以佢哋分開咗之後，呢啲朋友歸邊其一件好正常嘅事。同埋喺 B 同埋 C 分開咗冇幾耐之後， C 就患咗好嚴重嘅疾病。本來喺分開咗之後 ，B 一路都有通過 C 部手機上嘅社交軟件啦，同埋 C 同埋個女聯絡啦。但係喺 C 病咗之後，尤其係當佢需要住院嘅期間咧，呢啲通訊咧就接近斷絕晒。再加上喺得知到 C 病咗之後 ，B 一直都想接觸佢，去關心佢。但係基於 B 所唔知道嘅原因 ，C 喺患病期間完全拒絕晒 B 嘅通訊同埋關心。然之後喺過咗一段時間之後 ，C 嘅病情開始漸趨穩定，但係 B 同埋 C 嘅關係就越嚟越疏離，而 B 同個女嘅關係就更加接近去到斷絕晒咁滯。不過有一件事肯定嘅就係 B 好清楚自己十居其九都唔會再戀愛㗎啦。一來係因為 B 就算已經分開咗，但係都仲係好愛 C， 而另外就係 B 覺得自己嘅身體狀況都已經變成咗咁嘅鬼樣啦，無謂走去累人累物啦。第6階段南方歌曲《尋芳記 Into the Wild》就係 B 喺同一個佢好愛嘅女仔一齊生活咗24年之後，被放逐出咗去感情嘅公海，心裏邊奇怪而又不知所措嘅感受。而女方歌曲《Twinkle Sparkle》就係 B 幻想自己當時已經6歲嘅女喺10年之後成為一個少女之後，對於自己生活上嘅期望同埋對於自己父母之間感情瓜葛嘅睇法。悄悄近，沉溺於灰塵，暗暗待明月照燈。遠遠望，一剎變成了存在心中漂亮烙印。串串多，淺流中煙雲，近近播，蝴蝶貼心，細細問，一句話完了。解開胸口偽滿怨困，難留住心。你紛擾凝神，帶走一片真，情願被俘，放低我自尊，去給你唱情歌。串串度，前路中煙雲，近近傍，蝴蝶貼身，細細問，一句話完了，解開胸口迷糊怨困，難忘真，你忽爾動人，沒法可探測，雲離肉身。撇開我自制，帶給你笑和愛，任我的謙
我來尋寄你心，控藏十品我肯的串詞，真若可以討好你，容讓我讓妥的小心靈流淚，講後話疑惑莫過要盡我力搏，錯不了已說的無懼的釋放的呼喊多次是茫茫，可是我唱得多着字，未能獲掌聲。期望心，你手肯牽引，讓我可靠緊。回望現今，我只有愛思你的嬌和親。She's so